我哋而家穿越時空咧，勁過尋秦記啊！翻去以前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呢條片開之前咧，記得要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要 follow 埋我 IG 同埋 Facebook 啊，咁就功德無量啦！Hello， 我係程志美，今次咧我就會用呢部Sony RX1R Mark III 嘅相機喺福岡周圍影下相拍下片啊 ！Let's go！今次咧，我帶呢一部 Sony RX1R Mark III 嘅相機去福岡咧，就係因為貪佢夠輕便啊，同埋我想用最輕鬆嘅心情啊，去享受呢個連相機袋都唔使攞嘅攝影旅程啊！略都講下呢一部RX1R Mark III 嘅相機啊，部機嘅重量咧就真係輕啊，只有498克啊，配搭咗蔡司 Sonnar 35mm 2光圈 T 星嘅鏡頭啊，最正咧佢係一部全片幅嘅相機，仲要擁有6100萬像素添啊！大家睇下呢一張相啊，放到咁大啊，都真係啊，好清楚啊，證明我冇化妝同埋美肌啊。不過由於畫面咧太過性感啦，唯有打翻個厚啲嘅格仔啊，降低大家對我嘅幻想啊。咁我呢幾日嘅裝備都係好簡單，一支腳架，一部機，咁啊有啲 filter 咁樣。嚟呢一度影呢一個鳥居同埋呢個夫婦岩咧，腳架係必須㗎，因為要長曝光 ，ND filter 都需要。咁我都會用呢部Sony 嘅 RX1R 嘅 Mark III 呢部相機拍片嘅。咁我而家就開埋個 Active Mode。咁啊，有時去 take 下啲 video 嘅 snap 啊，都正㗎。始終呢一部相機都係以影相為主啊。不過咧，我去旅行都會影下相啊，拍下片咁。而呢部RX1R Mark III 嘅相機拍片有 4K 30格，對我嚟講啦，用嚟影下 snap 都夠嘅。咁望呢個景咧好正啊！咁啊個太陽光喺呢度啊，前面有陣煙啊！呢一陣煙係咩啊？係油煙機噴出嚟嘅煙，因為呢度咧係食肆嚟嘅。咁啊後面呢個景咧好靚啊！油煙機噴出嚟嘅油煙，再加埋呢個景咧，哇，好有意境啊！今日用呢部 Sony 嘅 RX1R Mark III 嘅相機啊，最正係咩？真係單手操作同埋好方便啊！雖然咧個鏡頭啊
係35mm， 咁但係咧都可以利用佢嗰個咧6100萬像素嘅 sensor 咧去做呢個 crop mode 啊，咁可以做到50mm 同埋70mm 嘅焦距啊，而影呢個50mm 嘅時候都有2900萬像素，咁啊影70mm嘅時候咧都有呢一個1500萬像素啊。喺拍攝嘅時候啊，只要撳呢個 C1 嘅功能掣啊，就可以轉變個焦距啊，非常方便。喺由布院嘅金輪湖啊，水面上面咧係會有煙霧嘅，但唔夠清晨時分咁多同埋明顯嘅。不過咧，我行到去金輪湖嘅另一邊啊，因為背光啊，所以啊令到湖面嘅煙霧啊更加突出啊。呢個時候咧，我就將部 RS1R Mark III 嘅相機嘅 Creative Look 啊轉咗做黑白啊，影出嚟啊有種似夢迷離嘅感覺啊，正啊！除咗我用呢個 Creative Look 嘅黑白模式影之外咧，咁我而家咧就用呢個咧 FL 嘅模式，即係 Film 嘅模式去影，咁啊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用 Sony 嘅相機嘅 Creative Look 嘅，好中意用 FL Film 嘅顏色啊，而呢部 RS1R Mark III 嘅相機係最早有 FL2 同埋 FL3 嘅顏色啊。今次嘅旅程係用得最多咧係 FL3，因為比起 FL 嘅畫面嘅對比度咧係冇咁高嘅，而拍出嚟嘅畫面顏色好有種日系嘅色彩感覺啊。其實我好中意用呢咁嘅機仔啊！咁啊之前咧 Sony 出嗰部 RS100嘅 Mark VII 啊，我都好中意嘅。咁啊，但係嗰部咧都係1寸 sensor，咁而呢一部咧係 full frame sensor，咁啊要取捨嘅。咁我而家咧我就覺得，不如試下影下高像素嘅相，一部細啲嘅機，咁啊配搭咧咁都唔錯嘅。個 Creative Look 咧 set 咗去 IN 影食物咧，特別靚嗰啲食物，哇好味啊！但係我其實唔想影嘅，不過咧但冇辦法啦。但係我點都要影咗先，食物行先，唔係影相行先，唔係食物行先。咁我開咗呢一個咧自動嘅追蹤對焦啊，咁啊影人又得。影雀又得，影動物又得，咁啊會自動追焦，好方便㗎。咁啊自動出個綠框，幾靚喎！呢度咁樣影到。呢部 RS1R Mark III 咧係有啊 Sony 最強嘅 AI 主體追焦功能啊，所以喺拍攝嘅時候啊，可以更準確、更快去追住你要影嘅目標啊。
咧，好多時都會影下花、影下食物啊、打下卡咁啊，所以有近攝功能嘅相機係好緊要噶。呢部 Sony RX1R Mark III 嘅相機只要喺拍攝嘅時候將個鏡頭擰到去20至35cm 嘅對焦範圍咁咧就可以好近咁去影而喺最近嘅20cm 嘅對焦範圍放大率係0.26倍噶。Happy New Year！雖然呢部 RX1R Mark III 係冇反芒但我拍攝嘅時候比較中意用 EVF 電子觀景器因為喺構圖嘅時候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反而啦，如果呢部 RX1R Mark III 個 EVF 可以剔上去咁樣睇呢，就真係正啦。今次淨係攞呢部 Sony RX1R Mark III 嘅相機咧，因為我想真係試下好輕便咁樣去一次旅行去影相當然啦，呢部相機咧佢有佢嘅局限啦，可能係得35mm嘅焦距你又冇長鏡咁如果我要 zoom 到去50或者70咧，都係要靠佢個6100萬像素嘅 sensor 去 crop。雖然我 crop mode 只可以去到70mm 呢個焦距有時候我覺得如果器材有啲局限咧，反而會發揮得更好我呢個福岡之旅係仲有其他影片將會陸續播出大家要密切留意感謝支持